問各位朋友，1997亞洲小姐競選嘅季軍就係幾多號？就係7號郭金小姐。哇！好大反應啊，現場。咁啊，有請徐韻文小姐為郭金小姐頒獎㗎。郭金小姐芳齡23歲，目前係一位演員，佢嘅志向就係做一位成功嘅藝人。嗱，咁佢而且喺準決賽咧係贏得東方女性魅力大獎嘅，而今晚咧就又得到一個最上鏡小姐大獎嘅喎。咦，即係三喜臨門喎！係啊，連中3元啦！好緊要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曬郭金小姐，恭喜曬！亦都唔該曬徐韻文小姐。好啦，各位朋友繼續咧要揭曉啦。第2位係屬於邊位咧？亞軍就係幾多號啊？8號韓君婷小姐。咁有請妙菲林小姐為韓君婷小姐頒獎啦。韓君婷小姐芳齡21歲，任職營業主任，興趣就係閱讀同埋結交朋友。個志向咧就係想做成一個職業女性。哇！現場嘅反應非常之熱烈啦。咁有啲係估計嗰啲，估中2個好似啊。唔該曬妙菲林小姐，亦都恭喜曬韓君婷小姐。緊張，真係緊張。緊張啊！1997亞洲小姐競選冠軍就係好難估，好難估。幾多號啊？幾號？幾多號？就係10號朱燕珍小姐。咁有請陳偉小姐為朱燕珍小姐加冕㗎。朱燕珍小姐芳齡25歲，任職文員，興趣就係唱歌，佢嘅志向就係想成為一個歌星啊！有時咧，我覺得咧，選美會又要講下狀態。今晚狀態好啊嘛！朱燕珍小姐今日個狀態係非常之好，即係我見到阿 Kim 咧，一聽到結果就彈起身啦，可能佢估中咗啊！阿 Kim 啊，Kim Robinson。哦，係啊。唔該曬陳偉小姐，而佢得到個獎金咧，慢慢帶，慢慢帶。唔該你，陳偉小姐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請本年度嘅新鮮出爐嘅亞洲小姐朱燕珍小姐上台前。唔該，繞場一周接受祝賀。而冠軍嘅獎金同埋獎品係價值有450萬嘅，咁其中啊包括有豪華別墅啦、名貴房車，仲有現金獎以及名貴嘅鑽飾等等嘅。再一次恭喜曬冠亞季3位佳麗。